这次比较不一样，因为今年在台南，前2次在参加的时候都是在外县市啊，刚好这次第3次在台南，所以会比较亢奋一点。会希望就是能在自己家乡打一个好成绩啊。有比过几次的全运会，然后第1次是在地主队，所以相对有地主优势，所以也很期待就是比赛的到来。这个112年的全国运动会，那这一次呢，一共有35种运动，包括5种这个我们的选办项目哈，那一共有48个场地，分布在5个县市。这些场地都是符合我们全国运动会举办的一个标准的场地，也都是国际上可以认同的一个场地啊。所以我们不怕困难，我们希望多办一些全国性、国际性的比赛，然后征集很多的经费投入在我们的场馆这个建设，还有人员的培训，让我们的人员都有这样承办一个全国性赛事的一个经验。我们台南市当然，我们身为一个承办的一个城市，我们对我们选手也有一些诱因，比如说我们的奖金，我们在6都里边原来是30万，那为了要提供给我们选手一个更好的一个诱因，我们提高到35万。那这35万就是在6都里边是最高的。其实奖金是其次，最主要就是我们台南市为了要对这些选手有一个好的保障。如果你代表我们台南市来争取到好的成绩，我们呢会特别来辅导他们留在我们家乡，来为我们的这个代表队来做服务。我们今年的办的活动，办了这样的一个比赛，我们的希望我们的选手能够更上一层楼。除了能够明年在巴黎奥运会，能够为我们国家、为我们的家乡来争取荣誉以外，我们希望我们这些选手都不断的这个成长，把我们台南市的基层跟代表队的实力，然后厚植。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大家来到台南。2023民国112年全国运动会就在台南哦。我想今年台南好山好水，而且好吃的东西太多。明年2024年是台南400，所以说我们很多的活动同时在台南举办，所以欢迎大家在10月21日到26日精彩的10月、光辉的10月来到台南参加全国运动会。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2023全运会，欢迎来台南，我们都准备好了。南市今年第3场大型的就业博览会，10月7号将伫自由工商场登场。其中委托为了感谢协办单位以颁发感谢状，到时将有81间厂商提供4211个工作机会，其中超过70的薪水拢有3万以上，希望互民众伫台南吃好头路，过好生活。请启动。好，我们看到市长呢带领我们求职朋友、劳动朋友就业一路发。不过今年的就业博览会加受到风台影响，市长嘛要求相关单位研议线顶面市顶服务，互来自全国民众袂因为风雨，拢会当顺利找头路，企业找好人才。尤其现场有很多，包括现场的抽奖啦，包括线上的面试啊，这些都是方便很多求职者他的一个这个求职的方式，也方便在外地的北漂的台南的民众，或者是在外地的民众想要在台南尝试有没有机会开拓自己人生的职业的时候可以做的哈，所以我们很欢迎大家一起来，不管你在台南在地或者是在外地，都欢迎来参加我们第3场的大型就业博览会。
除了线顶面试，也有几届咨询、美发、水当当以及投履历有上好康加摸彩机会，欢迎想要找头路换头路的民众把机会。台南新闻军及采访报道。中华民国国庆英文被改为台湾 National Day， 引发南军的反弹。前总统马英九竟表达将拒绝出席国庆晚会。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3日召开记者会，表达不满，认为民进党这安排根本是咧帮赖清德选总统咧做事。2023的 Taiwan National Day， Taiwan National Day， 我相信所有现场的朋友都知道什么叫 Taiwan National Day， 台湾国庆日。但是，请问一下民进党，什么时候台湾有成立它的国庆日，有它的国庆日了？那另外呢，就为了要混淆视听，为了要这个让大家搞不清楚，这边呢他又写着说，请期待中华民国的身份证，这就是民进党一个精神错乱的政党。你既然讲中华民国是一个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国庆就让我们喜欢中华民国的人进去到现场发放国旗，让我们去发放国旗，卖喊懂，卖讲总统要来，副总统要来，甚至动员公所哦，一个公所3台游览车，要甲马清德碰到，这明明为了选举嘛，这公文公所发来一个公所3台。2点半出发，唔係10點半回來，遐有理上有上，足濟人咧甲我講。針對動員遊覽車載鄉親參加國慶晚會，市府民政局以及民進黨團攏回應講，身為國慶晚會第一擺佇台南市舉辦，是城南地國家慶典，37區民眾攏想要參加，唔免想太濟，也歡迎國民黨所有議員做伙來參與中華民國國慶。記者張秀維採訪報道。作家戴明出身伫小琉球，為着要找到家的方向，以台灣原住民族的觀點，書寫航向及引導這本冊，多達500萬頁，內容以不同角度幫助各族群來看歷史。要團結，要歷史，一定要寫真相。所以課本唔愛寫，我來寫，我知影的我寫，至少這個故事我以我的故鄉開始。台灣的歷史愛由台灣的原住民族來講，佇每一個故事發生的地點，作者攏是在調查，將歷史的片段會當完整組合。故事非常曲折啦，這種我寫的攏是事實，真的一生的做囝買手3聲對台灣歷史影響非常的大，影響非常的大，所以我攏甲寫出來。從裡面找出我們的一些過去的歷史治療我們的歷史的傷痛，然後來跟台灣更團結。它可以給我們在地的居民，讓還有一些我們台灣人更了解我們自己的台南到底是怎麼來的哈。這邊從台江內海外海怎麼一個在我們這邊生活的土地裡面，我們來了解它。10月15號下晡2點，將佇科庫美學共享空間2樓舉辦新冊分享會。歡迎對台灣歷史有興趣的朋友報名參加。台南新聞宋懷採訪報道。為了讓青少年一個健康又正向的活動，台南市中小學家長協會議員蔡小薇以及真濟國際賽主會合辦台南市國中小3對3籃球比賽，活動10月14號將佇咧新華高港舉辦。比賽也量力反毒教育，希望所有學生都會當遠離毒品的危害。我們台南市中小學家長協會以及我們的春暉獅子會、交8年獅子會、歸仁獅子會，還有自強獅子會，大家一起共襄盛舉來舉辦。我們在10月14號，在我們的這個新華高中要來舉辦3對3的籃球比賽。那我們也看到，在我們杭州亞運呢，台灣在3對3的比賽呢是取得金牌的一個光彩。透過這樣的一個運動的一個大家吸引的熱度以外，我們希望讓年輕學子除了在3對3的籃球運動體能的展現，我們更希望借由這樣的活動，向學子們宣導，讓這個禁止毒品進入校園。選擇新工一樣邁向成功，所以我們希望提供最好的一個場地，讓我們的孩子
还有家属能够一起到新化高工、到新化老街来参加这有意义的活动。我们也很希望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带动大家关心我们孩子的教育。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希望变成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篮球活动，然后结合一个反毒的一个推广，让我们的毒品远离校园，然后让我们孩子在3对3的篮球里面能够发光发热，成为以后的国手。家长协会理事长郭正贤表示，这次活动为9月初开放受理报名，无到1个月时间就压满。尤其最近亚运3对3篮球比赛，中华队也拿下队数第1名篮球金牌，相信会让更多人热衷的篮球运动。协会也邀请市民朋友伫14号比赛当天，做伙来到新化高工为选手加油。记者张秀伟采访报道。为了宣传拥有全世界3大土井温泉之一的关仔岭，嘛是全台湾上早开发的天然温泉，已经超过100档。所以，台南市政府连续第19档举办温泉美食节来促销，其中不动明王的亚节顺行更是重头戏。记者会中透过精彩歌舞带动，其中委特嘛亲自来宣传大家。邀请大家来亚节练身体、浸温泉、享受美食。关子岭的温泉水的源头经过整顿之后，它的涌泉量也是已经渐渐稳定，而且泉水的品质非常好。因此呢，欢迎大家一起来。然后尤其很多文化活动、很多美食都等着你来。那来关子岭泡温泉，到后壁到东山，甚至到这个青营柳营都非常适合，因为柳营牛奶节也即将开始了，所以说来这边可以说一举数得，遍游这个畅游大新营的观光各景点，欢迎大家来关子岭哦。今年活动嘛，首次甲台电合作推出省电闯关解谜游戏，也有机会抽1万块的旅游机票，邀请大家10月14到11月12把握机会来到关仔岭。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根据民国109年感情登记资料显示，甲正山间是台湾女性发生率排名第4的国情肿瘤，自当新增案例大约是5000人，女性发生率是男性的3倍。大部分的病人他其实预后都很好，可是呢会有少部分，甚至到第4期的病人，其实他5年存活率就是很明显的下降。那我们传统的治疗大部分都是手术，手术完以后放射点治疗，然后接下来就是追踪。有一寡较正常感类型，传统化疗甲放射治疗效果较歹。伫这几档虽然会当运用标靶药物治疗，但个病人产生抗癌效果比率大约伫10%到60%不等，效果也是无好。因此，基美病医采用精准医疗的方式做基因检测。甲状腺癌大部分大概在80到90% 的这个甲状腺癌都会有特殊的基因突变。比方说最常见就是一个叫 BRAF V601，或者是甚至像 NTRK 或 RET 这些突变。偏偏这些突变都有药物可以使用，所以当我们遇到这样子的病人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及早帮他做一个基因检测，帮他找出突变以后，然后对症下药。这些病人其实就可以得到很好的疗效。目前基美病院为甲状腺癌病人量身定做一套检测模组，7天内底会当有报告，互病人会当伫上紧的时间内底得到上妥当的治疗。台南新闻创会采访报道。将洋葱将切成片，大蒜、香茅切成段，全都倒入果汁机。打成泥的酱料可是独门的秘方，酱汁淋在鸡腿肉上，撒上咖喱粉，腌制4个小时之后，再下锅油炸，
金黄酥脆的香茅鸡，口感细嫩不油腻。香茅鸡一定有香茅咯，然后姜片、蒜仁跟洋葱。那么秘诀是在于这个咖喱粉。其实咖喱粉呢，还会带出整个味道不一样，因为它融合了25种的香料，然后融合在这个咖喱粉里面，这是马来西亚最厉害的，我觉得。然后其他调味就自己适中，喜欢吃咸一点的、甜一点就可以自己调配。而这一道马来西亚小吃中最常见的沙爹串，使用鸡、牛、羊、猪，业者说用炭火或是烤箱烤，过程中还要涂上奶油和香料来增加香气。鸡肉吃起来很新鲜，然后他们好像感觉腌制蛮久的，那个香料的味道一样在这个鸡肉里面，让鸡肉变得更软嫩，然后香气也非常的足够。那加上这个酱料的部分，也是让本来鸡肉就有一点咖喱味，那再多增添一些香料的味道，我觉得很好吃。油锅里这一道看似台湾的天妇罗，其实它正确名称叫做炸鱼香，吃起来呈现 QQ 的口感，是叫 Globo。那因为我们在台湾找不到这样的，因为在马来西亚呢，其实 Globo 是随处的路边摊都吃得到。那么本来是薄片，但是在台湾我们觉得说像 Olen 这样，或者像这种咬的鱼浆类，那我们也是用鱼浆去做的，但是里面有一味特别的香料叫做 belacan。那 belacan 是马来西亚独有的这个香料，然后我们把它混入，然后再加上面粉，就把这个鱼浆变成不一样的风味，吃起来更 Q 更有咬劲，而且还有一种鱼香的味道，所以我们叫它炸鱼香。吃南洋餐点当然不能少这一道炒龟啊，师傅熟练翻炒锅子，将酱料发挥到极致。而想吃清淡一点，也可以点这一道椰香咖喱。我们马来西亚特色菜，因为马来西亚都知道是香辣，新香料多，那有香茅、姜黄、姜跟蒜，其实都有。那主要就是还有一些我们马来西亚比较道地的一些特有的一些腌制香料，像布拉酱，它就是要做我们这一道鱼香一定要用的布拉酱。那在做香茅鸡，那我们其实在饭的这个工序比较多。其实台湾也蛮多料理后来有引进香茅的做法，那在这里吃到的就是有一种特别道地的感觉，但是又不会说太过呛鼻或者是太过刺激，所以我觉得吃起来是蛮顺口好吃的。在朋友的邀请下，主厨正能量来到大武仑沙滩附近开设南洋风味餐厅，没有抢眼招牌，用餐就在红砖屋内，而墙上这几幅油画是他们的特色。我们把这边市集来融合，就是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特色的东西在这里，不一定就是吃、喝、玩乐都会有，所以我们在这个市集，我们就是要把娱乐跟我们休闲还有艺术结合。你们可以看到来这边逛的时候，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艺人，我们有很漂亮的油画，我们的杨老师的作品。来这边的人，他不是只有就是我们这个比较传统的一些烤香肠的一些料理。那我希望来这边的游客，尤其都是外地的客人来这里。那包含了有桃园的，我甚至还有客人是从云林那边上来的。所以就是说，他们就是觉得这个沙滩，他们觉得很漂亮，所以我们想让他们在这边可以多一点文化的饮食。疫情之后，万木山游客回来了，浓南洋风味和在地的餐饮作为区隔，希望让来基隆的游客品尝不一样的异国料理。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市长陈其迈出席元宇宙之救急奥义无限列车成果发表记者会。全国首创 5G 应用沉浸式展演车厢，采用 5G 定位、直播串流与动态捕捉等体感科技创新技术，打造全国首创的轻轨车厢最佳沉浸式体验。我们今天是结合在地2家的厂商，包括方正联合，那以及嘉俊，他们分别在沉浸式表演跟智慧交通，都是非常有经验的厂商。那我们跟高捷大家一起合作，那推出在整个这个轻轨列车上的各种不同的沉浸式的这些展演。那一方面在促进观光，那2方面也能够让民众知道说，其实搭轻轨除了说那沿路有像龙猫隧道等高雄市很多的景点，那2方面也能够有不同的这种沉浸式的这个体验，来了解到说高雄其实在
5G IoT 等等的这个还有数位内容产业等等的成果。陈其迈指出，市府提供各种补助方案，包括所有平台资源到位，协助厂商能够在此实现梦想，让商业模式或服务模式皆能同步落地。他鼓励不同的应用服务能够落地实证。尤其在我们的轻轨，其实每天的日均量的运量已经达到每天1.3万人，人数也在稳定的成长。那预计在今年的年底，我们全线就可以通车，也就是我们说的轻轨成员。那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杨董事长，我们高捷公司那其实在不管是还有要感谢蜜柑在我们城市行销大家共同的配合。那尤其现在在公车月票的实施之后那高捷公司也利用他们的各种不同的多元方案的在票证，那以及在各种的这个路网以及这个场站的开发更多元那也更开拓了我们高雄市以 TOD 为核心的整体的市政建设。高捷公司表示，轻轨沉浸式车厢计划不仅展示 5G 技术在交通观光领域的潜力，更为高雄创造全台独一无二的旅游体验。车厢是以最受欢迎的蜜柑号2代，期望为乘客带来崭新体验。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这就是啊，这就是电网啊。在七堵马东里笋农李文良带领下，市议员张耿辉等人穿过竹林，映入眼帘的是由3条类似粗铁丝搭成、通上电流的电网。笋农也特地拿着设备测试已经通电的电网给张耿辉了解，也请他注意不要摸到，避免触电。这个不大2.0。李文良表示，电网架设好之后，确实没有再传出有山猪或是山羌进来吃绿竹笋，终于不用再请猎人帮忙，也感谢政府和笋农共同分担补助经费装设电网。已经安2个礼拜按照这2个礼拜我们的观察，山羌跟山猪都没有进来不像以前它每天都会进来，都会损害我们的竹笋这2个礼拜我们的观察是目前是都没有它效果算起来是不错的。目前是我们这一批是第一次我们申请人比较少，所以说政府补助的金额比较高，政府是补助4分之3，我们出4分之1而已。所以说现在看现在的补助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划算，非常的划算。不然你一次安装下来像我400米的话要差不多15万，要烧15万这样的话我们只出了差不多2万多块。身兼基隆市休闲农业协会理事长的市议员张耿辉也表示，如果装上电网，可以有效遏制山猪以及山羌抢食或是破坏农作物，电网的电流也不至于伤到野生动物，那么政府就应该协助农友们装好电网，避免农友和野生动物发生冲突。前里长李文良所叙述的，电网装下去以后，就减少这一些山猪、山羌过来戏虐，那也会减少一些农作物的损害。那我想耿辉在这边呼吁，若是说电网它有装下去已经有基本的嚇阻作用的话，我想在政府中央方面的话，应该多给我们基隆市的这些，尤其外县市也这样的农民，多予给补助以免我们农作物的损害。笋农李文良指出，目前他的绿竹笋农地里面先装设大约400公尺长的电网，一段时间后，如果成效不错，再来评估是否继续加装。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